同大家分享過廣東話雜誌回響第33期填詞 L 導演黃以林嘅訪問。最近社交媒體上有唔知道乜嘢係本科生、蛇王變咗摸魚嘅討論，所以今集特登揀嚟同樣喺回響第33期入面作者一郎嘅專欄《月下獨酌》第8篇知語獵巫。淨係個 series 嘅名《月下獨酌》已經有個廣東話嘅諧音梗，獨係讀書嘅獨，桌係一張台桌子嘅桌。返工貼地摸，溫飽不過壓抑，壞過飢餓，為理想誰說過，誰還唱過，唯獨到最後有誰殺火？幾多的心血耗盡，為博取一點掌聲加一份認同，明白無花可百日紅，只想趁我未技窮，縱此生也竭力出眾，假裝睇到終點線照衝，承受各方恥笑做譏諷，亦要硬抱，總相信這段路程都會偶遇親切面孔。呢期有唔少香港人火都嚟買啊，因為喺 Twitter、喺 Threads 呢啲社交網站上面，好多平日香港人正常咁用嘅詞語，例如我哋話集郵啊、估計啊、外賣啊、手袋啊、薯片、衛生巾、衛衣、連身裙、軟件等等嘅呢啲字呢，都俾一啲不學無術嘅偏激台灣人老一早話係一啲嘅支語。咩係支語呢？所謂嘅支語就係指大陸地區特有嘅用詞，而且仲會係被視為冇美感啦、劣絕甚至有入侵性嘅字眼。支語呢個稱呼就係用嚟貶低呢啲咁嘅詞語噶啦。台灣人驚俾一啲大陸詞語入侵，想保護佢哋嘅本土語文，一郎又點會唔明呢？香港由千禧年代起，其實都有唔少人反對過皇語，的而且確有啲嚟自北方嘅拙劣政治用語，例如喐啲就話硬道理、堅決打擊、加大力度、偉大領導、邪惡敵人嗰啲，真係令人聽到毛管動。或者佢哋會用啲粗粗、籠統、唔準確嘅講法，取代翻原有一啲地道啊，而且又準確精緻嘅叫法。例如佢哋唔會再分咩建立、製造、建設、營造、經營、發展，乜叉都變晒做打造，放棄咗維修、改善、升級、除錯、修繕、改良，變到淨係識得用優化，剷平晒嗰啲英俊、瀟灑、嬌俏、華豔、清秀、標緻、俊朗，得返晒粗暴量化嘅顏值，會令言語越嚟越枯燥，同埋亦都會同本身嘅講法有衝突，甚至造成歧視嘅新叫法，根本就唔適合盲目咁樣引進嘅。不過都有言語學家同創作者提醒過大家唔好盲目反對一種嘅語言，只要佢唔係瓜咗或者鎖咗入博物館，而又仲有好多人用緊佢嘅呢，其實就一定有變化嘅，一定會同其他言語有交流。用語嘅新陳代謝、詞彙嘅吸收同輸出，本身就係正常而且健康嘅現象，證明嗰種語言依然生生不息。特別係可以引進嘅新概念、感覺不足嘅講法，甚至可以方便文學上嘅顯示造句、營造美感，其實都係有益嘅。只要佢唔係洗走咗既有嘅用詞，而係增加咗一個嘅選項，我哋其實冇必要好似義和團咁黐虎搶身去排斥、攻擊，甚至批鬥呢啲新嘅講法。而且究竟點先算係皇語呢？往往其實係冇劃一嘅標準嘅。你覺得係，我覺得唔係。根本就自由心證，口同鼻拗。
變咗有啲人睇唔過眼某啲嘅講法，就成日亂咁標籤，甚至變成咗獵巫。而且排斥華語嘅同時，其實有時都會帶嚟反效果㗎，反而磨平咗本來精緻嘅講法。言語學家認為根本就唔應該再標籤邊啲詞語究竟係華語定唔係華語，其實都有佢哋嘅道理。而家台灣繁殖語嘅問題亦都非常相似，甚至更加過分。例如我哋話香港如果有人攞個台灣本土詞語話咗係華語，就會即刻俾人圍攻同埋恥笑。但係偏激嘅台灣人就唔會理會嗰啲詞彙係咪嚟自香港、澳門、東南亞、海外華僑等其他地區，只要係佢哋以前唔覺眼，就會全部都覺得係大陸用語，有殺錯冇放過。就算有人攞晒啲客觀證據出嚟啊，證明嗰啲詞語嘅來源，佢哋都依然會死撐，甚至作出人身攻擊，話返嗰啲指出事實嘅人轉頭添。我哋比如講返有啲人老屈集郵做支語為例子啊，其實用集郵嚟自收集唔同人嘅相呢，係一個生動嘅比喻嚟嘅。啲相同郵票其實都係一樣，都係一張張。類似嘅詞語，譬如仲有抄牌啊，就係指電話或者通訊軟件帳號嘅收集。不過就算有網民列晒所有證據出嚟，講返呢啲詞語，其實好多年前已經喺香港流行。有啲甚至仲喺台灣新聞嗰度出現過添，但係嗰啲偏執嘅人都係唔會理，甚至乎仲會口出惡言咁樣話：香港那就支語啊，還變港支就是支，香港人就是智障，諸如此類咁。喺嗰啲偏激嘅台灣人眼中呢，中文好似就淨係得返台灣同大陸兩種。飛台就即支，只要係睇唔慣嘅字，佢哋就會批鬥為支語。佢哋無視晒香港、澳門，甚至其他都會用中文嘅地方。明明天空就有咁大，佢哋偏要坐井觀天，死都仲要話天空就好似井口咁大。其他人指出真相，佢哋唔單止唔肯擘大眼嚟睇，仲要聲大大咁樣鬧返人哋轉頭，話人哋冇資格出聲。由你來教育台灣人是非對錯，你哪來的自信呢？一個香港人對台灣內部的事指指點點，憑什麼？明明只要係客觀嘅事實，或者其他人係歐洲人、非洲人、火星人，甚至係 M87 星雲嘅人啦，其實邊個都有資格講㗎。佢哋話外人冇資格說三道四，根本就係某強國外交部嘅慣用語。嗰班偏激嘅台灣人講到自己有幾真對岸嘅用語，但係就主動咁樣答出人哋嘅外交部慣用語，真係貽笑大方。人類之間嘅交流頻繁，就算要追查某個古代詞語起源邊度，其實都未必容易。更何況今日成個世界資訊爆炸，人人都喺個互聯網地球村嗰度，詞語嘅出出入入絕對冇可能非此即彼咁簡單。冇認真查證就一口咬定自己聽得少嘅講法係支語，本質其實就好反智、反學術。慘在偏激嘅台灣人真心覺得咁樣係冇問題，有人甚至直認食支語自助餐，公然話香港人覺得不是因為中國影響才開始用，那是你們自己的事，別以為香港人的角度來說這不是支語，我們自己覺得是就好。只要台灣人主觀覺得係支語就係支語，台灣人想排斥就排斥。喺無國界嘅地球村對所有用中文嘅人指指點點，主動開地圖炮。有人指出佢哋開錯炮，佢哋又要唔鋸，話咩？香港人憑什麼來指正台灣人？以台灣人的身份來說，我就不爽。當成整個網上性交平台係台灣嘅台獨國度，都要跟台灣嗰套款咁，係犀利嘅。其實就喺啟蒙運動之前啦，歐洲有好多人動不動就被指為女巫，然後被處以極刑。
獵巫行動就係講緊一啲用反智達到理智，用無知凌駕有知嘅一段黑暗歷史。今日雖然已經進入地球村世代，但係無知同反智嘅念頭仍然喺各方面張牙舞爪，包括喺中文嘅範疇都係。我天地夢與上誰惦記，還曾放棄，遺憾到老然後抑鬱死。即使終點睇不見照衝，承受各方恥笑遭譏諷，亦要硬碰，儘管叫血汗淚流，不再怕日後期望落空。沿途戰友不多，沒幾多打開心扉，不會各自探過，唯有是你力撐相助。開始準備呢個 podcast 嘅時候，我哋並唔知道回響雜誌因為資金問題暫時冇辦法更新，唔係情緒勒索。如果你對邊一期嘅專題有興趣，我覺得你可以買一本嚟睇下，簡介上面有網址 link， 上到 website 仲可以睇下有冇其他小說同漫畫啱你口味。中意睇過實體先至入手嘅朋友，簡介上面有唔同國家可以買到回響嘅書店名。至於喜歡歌曲堅尼地道嘅朋友，可以去獨立歌手 Ron IG 嘅 link order 佢嘅最新專輯，佢會親手寄俾你㗎。Chat Can 義工第一次見面開會嘅時候，我好坦白咁同大家講，我哋冇資金冇經驗，我唔知呢個 podcast 可以捱到幾耐，我驚大家會搭沉船。然後其中一個義工笑笑口咁同我講，唔緊要喎，你捱到幾耐就幾耐咯。我10幾年前同班學生拍咗一條短片，到依家我哋仲會成日攞出嚟講。返到屋企，我開咗佢 send 俾我哋條 link， 睇完條片，我完全唔 get，但係唔重要。當晚我默默同自己講，我會盡力令到佢10年之後同人哋講返自己有份聲演嘅廣播劇，會露出同今晚講起條學生短片時候一樣嘅笑容。得你這份認同，冬天不致凜冽冰凍。假使這生走一趟學空，沿路那些苦澀，雖裝滿背包很重，我只要信念未窮，都有價值不再惶恐。此刻快快抱擁，即使不很出眾，心坎光輝已在放鬆。